2025寶馬香港打比大賽冠軍就係你啦！今次3月23號星期日，一年一度嘅寶馬打比大賽日，所以今日會同大家睇下呢場矚目賽事。根據今期領籤，預計封面圖呢隻球星相當大機會可以問鼎打比冠軍寶座。雖則現時為大熱門，但亦可能好似上次嘅跨境寶馬一樣，即使睇咗領籤攞做單色膽，三重彩亦都有幾百蚊執下。正所謂密食當三番，而家就會同大家睇下領籤點樣預計呢隻球星奪冠，同埋其餘有咩配腳需要值得留意呢？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領籤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領籤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第7場。第7場4歲2000米草地記打比大賽，報紙對應第7場嘅領籤係42，月明散步到花欄。毫無疑問，領籤呢句月明所對應嘅最合適嘅馬匹就係呢隻1號球星。若果大家睇到呢句有更貼切嘅馬匹，不妨到下面留言作出分享。其他嘅馬匹我亦都會圍繞領籤故事作出分析。翻查故事，即為貂蟬美人計，目的就係剿滅奸臣董卓。此目的名為所願，故此2號祝願亦會要翻。當王允正在煩惱如何應對之時，貂蟬既出現，自願以身報國，正好為王允解決呢個問題。此為貴人，亦可理解為福星，故此6號包裝福星亦要作考慮之列。最後提供嘅一匹馬匹，貂蟬以美人計獻身。試問係那時那刻嘅董卓，又會有何感受呢？當然就只有但求開心，因為自古英雄都難過美人關，明顯道出呢隻12號但求開心。今次以領籤整個時序去解說咗4隻馬匹，現在總結一下。第7場4歲2000米草地記打比大賽，今次記心水解讀就係先會要1號球星，其餘配腳方面大家可以考慮2號祝願、6號包裝福星同埋12號但求開心。今次3、2、1冷記選擇，祝大家打比賽日好運。